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好開心見到大家。近排個市場嚟講咧，叫止跌回穩啦，而個別造價咧甚至有回升嘅跡象。咁亦都好多見到咧，唔少嘅投資者尤其喺中下價樓咧，佢都頻頻觸動，同埋一手市場咧，我哋終於都見到一啲咧係轉賺嘅個案喎。所以我都要勤力啲去拍多啲嘅成交片啦。報道一啲筍盤，甚至一啲拍攝一啲單位嘅短片咧，俾大家咧去欣賞同埋參觀啦。今次咧我要報告咧就係我身後面呢一個喺西貢嘅低密度嘅豪宅。其實佢嘅特點咧就叫做近住呢一個市中心啦，亦都行出去咧就有呢一個嘅巴士小巴，交通非常之便捷㗎。而呢個物業嚟講咧，亦都擁有同區咧係比較罕有啲嘅，有自己嘅會所、泳池。同埋有個園林嘅造景設施咧，都非常之漂亮嘅。呢個咧就係信和嘅喺西貢市中心三寶其中一個嘅日龍海匯純低密度豪宅設計嘅。咁今次成交嘅單位咧係3座高層 H 單位，實用面積542尺，屬於2房2廳嘅設計，以600萬嘅市價成交啦。不過呢個價錢咧，如果相對喺上個月有一間同樣高度尺數面積嘅咧，佢成交價係570萬，所以今次嘅造價咧都係微升緊咧5%㗎，所以都反映翻咧而家個市場咧個成交量進一步上升，而帶動咧一啲嘅價錢咧可以咧係緩緩咁樣去止跌回穩，甚至有少量嘅升幅添。其實今年嚟講咧，整個日龍海匯咧已經有成10宗嘅買賣成交啊，相對喺上一年嚟講咧，升幅係超過3倍咁多嘅。咁我相信個原因咧，除咗個市況回穩回暖之外咧，因為佢個造價嚟講咧，其實叫做跳水大減價咧，令到整體嘅成交量咧係查詢嘅人又好，購買嘅人咧都多咗㗎。所以我今次咧速速咁樣咧去拍一條短片，介紹啲筍盤俾大家，就係呢個日龍海匯嘅。首先我由細單位介紹係啦，一間3座高層 L 單位，實用面積409尺，而家開價係435萬。嗱，而第二、第三間咧就位於東南望翻山景開揚嘅景觀啦。一間咧就位於3座中層 F 單位，實用面積491尺㗎。佢而家叫價只係510萬嘅啫，屬於同類單位最平㗎啦。咁而另外咧一間咧就位於2座高層 H 單位。咁今次介紹呢3間嚟講咧都係優質㗎。呢一間咧係585尺，屬於2房2廳，另外仲有士多房。間隔非常之實用好用㗎，而家個叫價只係620萬嘅啫，所以可以睇到咧，今次我介紹呢3間咧，一來佢嘅層數係屬於中高層嘅單位啦，屬於係優質嘅，景觀係呢3間都係非常之開揚，亦都有單位有鎖匙，可以隨時咧安排大家去參觀㗎，所以多謝大家收睇，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電話喺度。地址我哋有3間分行咁多，分別係西沙路分行，咁即係呢個 CIBC 咧就快入伙㗎啦，有興趣亦都揾我哋啦。另外一間就西貢嘅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僅有一間喺你左緊，同埋咧我哋嘅資深同事係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㗎，因為我哋區裏邊已經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多謝大家收睇，好，拜拜，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買樓怕縱火，揾奇峰至輕鬆。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空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峰，讓置業變得幸福。